買咗 YOHO West 嘅業主啊，快啲過嚟睇啦！今日咧要同你介紹嘅呢一套地台客餐廳組合櫃功能超強，主要囊括咗4大核心功能：完美嘅電視機櫃設計、強大嘅地台儲物，兼具展示同埋實用嘅開放格同埋玻璃儲物櫃啦，靈活便利嘅高身儲物櫃同埋獅子櫃嘅組合。接落嚟咧，我哋會逐一詳細了解嘅。Hello 老細，我係 Louise。首先咧係不得不提就呢一個地台設計啦，真係啊，呢個組合嘅靈活所在，佢就好似一條隱形嘅紐帶，巧妙咁將左邊嘅電視機櫃啦，同埋我右邊嘅儲物櫃緊密連接起身，減少咗破裂嘅感覺，大大提升咗客餐廳空間嘅整體感。而且咧，佢抬高咗個地面啦，係縱向深度挖掘出大量嘅儲物空間，就好似一個隱形嘅百寶箱啊！唔單止可以將平時各種雜物啦、季節更替嘅衫啦，同埋小朋友堆積如山嘅玩具等等，全部妥善收納。而且咧，地台嘅高度係經過精心嘅設計嘅，每一層咧大概有25厘米左右啦，係遵循咗人體工學嘅原理，上落非常之方便㗎。一家人咧聚喺地台上換茶飲茶，非常之舒服。冇得頂。咁我哋再講埋地台上嘅彈自然電視機櫃啦，呢個設計咧真係滿足咗置物同埋收納嘅多重功能。第一，大屏嘅電視量身打造嘅掛牆方案咧，係保證無論你坐喺梳化任何角落，都可以享受到最佳嘅觀看效果。第二，彈自然嘅結構咧，儲物量充足啊，可以收納常用嘅物品啦，關起個櫃門又完全睇唔到喎，乾乾淨淨。同時咧，我哋仲特登設計咗一個音響嘅位置啦，音響專屬嘅位置，大大提升咗睇電視、聽音樂嘅體驗感。本期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下一期咧我哋會繼續介紹地台嘅另外一側嘅整牆儲物櫃組合，歡迎關注我哋嘅頻道啦，唔好錯過每一期嘅精彩內容。我哋下一期再見啦，拜拜。